入侵者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打扰我的沉睡？你会说话？回答我！那个，我只是一个不小心路过的，打扰你睡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继续睡。站住！原来如此，参赛者，哼，渺小的人类，你死不足惜。但是仁慈伟大的迷宫之主现在决定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……哎，等一下，迷宫之主，难道你就是这一关的大 boss？没错，在我的力量面前，畏惧吧，颤抖吧！哦，这么说，只要打倒你就能通过这一关了，那就好办了，来吧。什么？你以为可以战胜我吗？啊？不是，怎么知道啊？总比走迷宫简单多了。狂妄，愚蠢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喂，到底打不打？你不来我就来啦！矢量。动一下。又怎么了？现在的你还没有挑战我的资格。哎，资格？没错，挑战迷宫之主也要按基本套路。首先，你要集齐一个4人小队，然后从迷宫各处收集4个挑战凭证，带到我这里来以后，才能开始最后的 BOSS 挑战。怎么这么麻烦啊？我们就在这里单挑不行吗？不行，现在就算你打败了我，也离不开迷宫。不对，我是说，你必须按照顺序来才能打败我。也不对，就算按照顺序来，你也不可能打败我。那到底要不要按什么顺序啊？当然要，顺序可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好吧，你说的那个挑战凭证是啥样的？我该到哪里去找啊？那需要凭借你的智慧，看样子你也没有。哎呀。算了，作为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奖励啊，这样，就让我破例指点你一下吧。第一个凭证的位置就在……你的手掉了哎。没事，完全没问题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对身体健康完全没有影响。你该不会在骗我吧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难不成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迷宫之主？跟你打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挑战凭证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根本就一点也不厉害。胡说八道！我可是强大的迷宫之主，你这么乱讲，后果很严重的，你明不明白啊？矢量冲击！就是那个技能原来是你，不对。不是你，我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才不是东西！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来吧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罗德烈大人是不会求饶的。罗德烈，你也是参赛者啊？没错，而且我可不是你们这一届的软蛋，我可是上一届奥拓大赛的参赛者。上届大赛？没错，怕了吧？那你知不知道我的姐姐秋啊？她也是上一届的参赛者。松手，头要裂了，快松手！好痛！快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快说！不要摇了！你说你姐姐也是上届大赛的参赛者，
好吧，其实关于上届熬毒大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快你又住手！骗我！是真的，这次我真没骗你。赶紧老实交代！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只剩一个脑袋。我的身体在上届大赛中被敌人分解封印起来了，记忆资料也因此变得很不完整。那要怎样你才能恢复记忆？我身体的其他4个部分被分别封印在迷宫里，只要你帮我把身体部件全部集齐，我就能恢复记忆。到时候，我不仅可以告诉你上届大赛的事，还能带你离开迷宫。哦，原来之前骗我去找什么凭证，就是想让我帮你搜集身体部件。我那也是没办法，但我这次绝对没骗你。只要你帮我找回身体，无论你的姐姐还是别的什么事情，所有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。那好吧，告诉我你的身体部件都在什么地方。很好，等一下，我的头部会和其他部分产生共鸣感应，我现在就激活它们。哇！突然从排行榜上消失，还以为你被什么隐藏怪给干掉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阴绝！哼！等一下，我可不想和你战斗。我奉行的原则是只和比自己弱的对手战斗。你似乎不在这个行列。而且我们雷狮海盗团跟你也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说不定还有合作的机会。哼，不过另外一种情况下，如果比我强的人露出了破绽，我也不在乎破坏一下自己的原则。成功了！不愧是曾经排名还在雷狮之上的家伙。可恶！拼了！上！
清楚，我可不是一个人。鹰爵，你真的想跟我们雷氏海盗团杠上吗？雷师，我其实对雷氏不满很久，放过我，可以帮你。花言巧语，欺软怕硬，临阵逃脱，便捷投敌。帕洛斯，你好歹也是排名前10的强者，用这种毫无节操的方式生存，就不觉得羞耻吗？方式根本无所谓，在我看来，生存本身才是第一。到最后，总算说了句实话。你不动手，动不动手都毫无意义。是吗？那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帕洛斯，你为什么要参加凹凸大赛？我只是服从雷师的命令而已。哪怕明知后果，你并没有这种忠诚心吧？那又怎样？就算会被淘汰，但要违抗雷师的命令，我肯定也就毫无出路。是吗？所以你一直在等待机会。很好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。你要和我联手？联手？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我说了，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需要你自己把握的机会。金他们都不知道被传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大家都没问题吧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。让各位久等了，新一轮比赛的庄家已经确定了。那么，有请紫堂家的家主大人登场。各位，关于这一局的玩法，我有一点新的建议。